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联播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空中的朋友，咱今日真欢喜咱邀请到周兆芳要讲理事长、部主任还是周兆芳老师啦哈。护理师，这是咱大家拢做些护理部的一个前辈哈，也算我们的大佬了啦哈。周教授你好，你好，这周兆芳女士，各位听众好，伊较早是伫台大护理部做过主任啦医院里面，就台大医院嘛护理部嘛周教授会使甲大家小可介绍你的护理的成长背景是安怎？好，大家好，我是周兆芳我高中毕业就考进台大护理系然后在台大护理系呢念了4年，毕业之后，在台大医院服务，但是学校呢也聘我当助教，所以助教兼医院的护理师，神经精神科，对对对，护士是底下做的哈，对对对对，那病房是神经精神科，那个时候神经科跟精神科还合起来的，对，还合并的时候，对，后来就分开。你做神经精神科护士的时候，恁先生陈荣基教授迄阵嘛，伫神经科做住院医师嘛，对，是但是阮两个同时毕业，但是伊爱去做编辑，所以伊比你较慢入去，慢一年。所以台大医院你比伊较资深的，对，精神科我比伊较资深，神经精神科。恁是对几年毕业的？民国53年啊。1964台大毕业哈。是。我知道你爸爸也是医生嘛。对，他是台大医专毕业。日本时代啦。日本时代台大。伊博上去台大。医专哈。OK。毕业了做小儿科医师啦。伫新竹嘛哈。伫新竹开业。这做小儿科伫新竹真出名哦。周辉煌是不？周炳煌。周炳煌医师桃竹苗病人多得要命，大概第一把交椅了。对，那阵讲一日就看200-300个患者200-300，所以咱这200个以上。周兆芳女士因爸爸就是一个小儿科的名医啦，伫新店听讲诊所门口门庭若市，所以你自细汉，所以卖玩具的啦，卖迄个摊贩一大堆啦，拢围伫恁兜门口就对啊。所以你自细汉就知影讲看患者真辛苦。是。你读护理，敢有受到恁爸爸的影响？阮爸爸是真开通啦，因为讲。看你有趣味无？有趣味才通去学，才通去学我讲有啦，是啦。我为着最近要写这个周兆芳女士的故事较去知影发现讲恁爸爸迄阵服务的患者有够多，真多。OK， 你迄阵我阁看到真趣味一段是讲。你读台大护理系的时候，就很多人来提亲了呢。可能一方面因为恁爸爸做医生，一定有做少年医生很向往嘛结果很多人来提亲，
结果没有想到说，你是看上了陈荣基教授呢。陈荣基教授嘛是新德中学的嘛，对吧？拢白白新德人啦，吼。是。刚才你有一个阿姑，我爸爸对于印象很深刻。真的、哦？对。你爸爸校医。哦，你爸爸迄阵搁做新德中学的校医就对啊。所以我本来看迄故事就是讲，恁阿姑伫新德中学做。不，伊是附小。新竹师范附属小学。所以小学就捌陈荣基啊，就对啦。伊原来附小的学生啦。OK， 所以恁阿姑前陈教授细汉的时就捌伊啊，就对啦。是啊，都看这个囡仔大汉的啦。附小的。感觉伊足乖啊，所以就甲你介绍了，对吧？对。所以恁两个是成绩足好。高读册嘛，伊保送的嘛，对不？陈荣基教授嘛是保送，所以恁是读台大就熟悉啊啦，吼。啊，是搁较早，高中就熟悉啊，附小啦，附小就熟悉啊，嘿啦，小学啦。所以你们青梅竹马啦，无啦，是知影啦，知影啦 ，OK， 好，没有交往，所以这是神仙侠侣啦，吼，因安尼拢对台大毕业，就你这边护理系，都拄好搁去神经精神科。后来陈荣基教授嘛来神经精神科，所以安尼一方面是夫妇，搁一方面嘛做同事就对啊啦。对。你台大护理系后来你讲伫病院服务的时，你有到美国去留学嘛？有啊，因为我们系主任说你一定要当我们的助教，你当助教以后一定要升讲师、副教授，所以你一定要进修。进修，他介绍的奖学金是系主任介绍说，这个奖学金你就拿去出国吧。所以你是去对一间美国的学校？我先去 Pittsburgh。Pittsburgh， 因为我们有早期于玉梅教授，于玉梅老师嘛是去遐读册的，所以于玉梅佫是你的学姐咧，学姐，伊第一届台大护理系，你第五届，OK， 所以恁算是我的老师，是，所以恁这算拢台大的最前辈，读护理的头前五届，对，拢即马剩的无济啊，无济，五届无啊，好。那你在台大护理，然后又出去进修回来就升讲师，对，后来又升到副教授，对，然后医院这边做个护理长，这边都爱迄个，你不是这边哈，可以那个兼啊，那个助教讲师哈，可以兼，对，护士是看情况有缺也可以升护理长啊，对。那个算是兼的啦。OK， 所以本职是护理系教职，迄个医院算兼的就对了。对。但是你后来做个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呢？那主任的话就专职了。那个时候哈，我还没有当主任之前呢，我们钟主任先去接。你做副主任？我副主任对啊，系啊。迄阵啊，就是讲那个。医学院跟医院哈，护理系跟护理部哈，本来各自独立，非常的生疏啦。钟主任的是不太来往看两个个合起来就对了哈。迄阵啊是魏火耀教授、李正元教授，他们都说钟主任哈已经早都交医院都有关系嘛。对。个两边伊拢有关系啦。这边个是讲师啦。所以两边总 merge 起来。派你做主任 ，OK， 派你做主任，两边再合作啦 ，OK， 这钟信兴主任嘛有够高，即马99岁呢，99，佫伫咧咧，是啊，这嘛护理界最大佬啊啦，即马差不多上资深的啦，是啊，明年4月伊足100岁，我最近嘛有写伊。所以最近台大的硕果仅存，满100岁，这实在是无简单啦。是啊，所以恁这读护理的呢，大家拢遮长寿啊。咁有？你看于玉梅嘛也伫咧。对啦，对不？嘛80几啊咧，强要90啊咧。钟欣欣99呢，恁实在讲嘅是阮3个啦，阮3个啦，剩3个就对啦，三大佬啦，对。是讲读护理是毋是较够照顾家己的健康？
是，我那有啦，有啦吼，较会注意啦，啦吼，较会注意啦吼。对对对。好，我知影讲你做副主任的时候，那时候钟主任还带那个团到沙地阿拉伯去嘛，对不对？中沙医疗团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台大有派医疗团。我当副主任的时候，他是中沙医疗团，中山医疗团他有去的，没就是讲吼，派几个人哦，先去探险啦，但是去看路了对吧？看路，去看，所以有去看啦哦。伊是卫生署吼，对，我知道。三四个啦，到这个蔡荣福啦，伊就是那个，去中沙医疗团的时候，未出会，总等来台大开刀。哦，迄是后来，迄是后来，伊做7年了哦。哦，对，我要拜托伊转来，伊转来佚佗。伊迄阵派去啊，带队去，你就直接咧做后勤支援嘛。对。哦，我会记迄阵你拢爱调度人安尼去。我派200个呢。派200个台大的护理人员吼。大家我爱去啦。哦，对啊，薪水较悬啊。薪水吼，伊个沙乌地沙币1块等于美金1块啦。哦，是哦。伊说美金1块的是台币的450块。对。哦，所以迄阵的护理人员出国算袂歹吼。算一算那个薪水哦，可以拿到5倍。哦，所以那时候大家有趣味去就对了。大家吼，我讲吼，先派几个啊去哦。200个来报名。哦，所以那时候年轻的护理人员很想出国了，很想出国，所以这嘛是伫台大一个趣味的代志。是。我听讲你做台大护理部主任的时候，都很替这些护理人员争取他们的福利权益。权益有影。福利。你人讲你是想教过部署的主管啦，有时候还不惜跟这个医院的院长画帕拉 Ken 的对吧？有嘛你拢替因争取嘛？打到全序部部长。还去全序部次长。对。迄阵是为着什么？护理人员要修法是不？不，那个整个台大医院的薪水公务人员的续薪的问题啦台大医院本身的那个薪水要改变啦，对，要重修了。是。一修我们钟主任跟余主任本来薪水就很辛苦的，本来就低啦伊两个努力了半天了，提高一点点啦，迄阵算底薪230，升到290了，算很不错。他那个1块钱等于台币几十块、几百块，安尼算薪水啦，所以那个叫底薪啦。结果我这边上台讲，薪水要重整，又把护理又掉下来，反而没有提高，又掉到230。所以他们说是，我们希望这个全国的最大的2个公立医院薪水能够一致。怎么会一致？所以是要叫恁合上一致，叫恁合看那个荣总北荣啦。OK， 迄阵台大比北荣有较悬是吧？我讲你搞错了。我甲迄个全序部的啦，全序部部长跟次长迄阵黄明和带我入去呢。黄明和咧做立委。立委带你去全序部。对啊，你安怎甲讲？伊讲无啦，黄明和讲你那看得很不高兴的样子。我讲我气死了啦！当然不高兴啦。讲这个薪，无甲阮调薪，佮阮降薪水，要降薪水啦。伊讲，哎呦，怎么可以？我们的薪水都跟台大比，跟着台大升降啦。对。你们降那怎么可以啦？就讲伊带我去。伊讲，我下晡有闲，你可不可以来去？跟我一起去。我当然要，当然可以。结果到全序部其实陈桂华部长，你给我出来！你为家派的对吧？要照出来。讲爱的讲，刘处长，跟我一起来。爱两个爱的讲，你坐着，今天你不要听我讲话，听周主任。OK，
听周兆芳讲，听周兆芳。所以那边去有效不？到尾啊，有效，有效，有效。哦，所以你立了一个大功，都提升哈。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啦，这个过程我知影啦，这公务员的代志不是好办的啦。但是他不敢说不把你降低了，比赛对吧？不敢说不升了哈。OK， 所以这段因为那个黄明和在看啦。对，所以讲到这，咱空中的朋友就知影讲，我们周兆芳主任哈。哦，伊是足认真，为了他的部署啦，其实为了全国护理师哦，这个待遇福利哈，去争取哈，去让全序部化把它看啊嘞哈，这个在护理史上也应该给你留下一笔这个功劳簿典馆，爱给你记一笔安尼就对啊哈。好，安尼咱来听一段音乐，我过来继续哈。
欢迎各倒转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今日互咱采访的哈，周兆芳前台大护理部的主任哈，拄则讲到伊做主任的时哈，去铨叙部争取我们护理人员的这个权益哈，照顾到全台湾的这个护理人员的薪资啦哈，这点实在是要给感谢哈。我记得你那时候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成就的是讲，台大医院被搬出，本来在常德街这边旧的病房嘛，对，后来台大起新的病院在中山南路这边嘛，是，迄要搬出是千几个病人，对，要移动呢，这不是简单的代志呢，所有的那个医疗器材，对啊，个设备嘛要搬过啊，都要先那个筛选呐，有的要淘汰啦，有的还要继续使用，有要增加保新的偌济，规个病院财产拢嘛恁护理部咧管的啊，拢我咧管，对吧？人力人力也是我这边占差不多医院的一大半。对啊，每个医院的，每个医院都一半的人力是护理部在管的啦。是，台大那个时候4000多人，我们就2000多个嘛。对，没有错。我以前在圣母医院做院长，我们1200个员工，护理600多啊。是啊，一半以上就是护理啊。对，差不多。所以你准备带这2000几个护理人员，搁要把1000几个病人搬过病房，是呢。对。仪器设备，逐项拢袂使去转去嘛，袂使，对不？你随搬过，呼吸器要用的嘛，要随倒去哩。是。迄个监测器 ICU 内底对不？加护病房的。新的病院是旧的病院差不多1倍多的病床，空间又大设备又多。本来每一科呢，都在争取那个床位多一点，都不够，所以他们就等着要到新的医院要抢床，扩充地盘的地方。对。那我规划这你我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我的同仁说我们就要看好，要2倍你要准备一旦搬过去没多久，可能病床。每一个病房都变成2倍了，对，所以这个事先的规划，准备个足周详的嘛。我差不多每天都在24小时都在做这个事情，准备几年的呢？是啊，因为一声令下搬落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嘛。每个月我们的那个主管一起开会，主管会议，院务会议的时候拢会报告，拢爱我报告，对了，报告讲即马准备到按什么程度？我的那个医材，那个医疗仪器，人力怎么样而且我们什么时候搬哪一个病房，需要多少人来帮忙搬啊？对呀。那个行政单位要配合，尤其是总务室。你这个台大医院的搬出。成功你已经可以开一个台湾最大的搬家公司了。搬家公司对不？没人搬出比你较大间的啦。对吧？对不？一声要移动1000几个患者，搁遐个设备，搁你讲的空间的使用，要安怎？一进去就要就绪嘛，绝对袂当出问题嘛。患者的治疗袂当中断啊。1年多以前就已经在准备，在准备，每个月。每一个护理长要跟我报告。对你开始动，真的一声令下，我看那个报告说，你是利用晚上嘛，对不？因为清晨啊，系啦，半暝啊嘛，4、5点，对，因为你这时要搬出足废气的嘛，迄路车弄叫人中山南路，所以你拢利用迄个凌晨的对啦。凌晨啦，搬几暗，我会记讲搬10几暗。差不多了10几日的时间，较规个拢总处理了。一礼拜
一礼拜外外将近10日啦吼。嘿，因为大家吼，拢爱大家拢无共啊一。颗一颗叮当。对对对对。哦，我看迄报道写甲偌趣味，讲你徛伫迄中山南路的迄落中间安全岛顶管在指挥就对啊。啊，警察啊派人来支援安尼吼，维护那个交通啦吼，维持交通。三线呐。哦。用3线搬过去啊。OK。一线是从常德街哈。对。谁按这个？那个叫什么城？景福城。哦，景福门哈。谁按遐？按偏门进去。对对，仁爱路从大门进去，仁爱路这边。啊，一个对中山南路。中山南路直接过去，直接过去的拢是推车啦。推车对啦。那是会行的，迄个病人加速。OK。做伙。啊，另外一线，徐州路那边。到急诊室徐州路那边啊。徐州路那边所以3线同时并进。对对。那我要看这个3线有没有在动啊？对对对，这敢若军队在作战。万一停下来，兵士是沙盘推演啦吼。对啊。啊，真正一声令下要搬出，迄就敢若上战场啊呢。对啊对啊对啊。井然有序呢，袂使乱呢，对不？这了不起呢，这嘛是算讲。我想讲哪一条线停下来？哦，那不得了，你都要冲去啊！在冲去啊！哦，所以这算伫台大医院嘛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啦。是啊是啊。因为你这等于全台湾上大间的病院在搬出嘛，是啊是啊是啊，无简单的代志。是啊，各行政单位也都很帮忙啦。拢当然啦。迄天完了，大家拢出来了。是，所以这是咱周兆芳主任哈，伫台大医院服务留下的一个美丽的一个身影啊，就是讲啊，啊了吼，你过去这个文主公病院，对对对，吼去帮忙嘛，对不？是，这段是安怎？迄阵是因为是跟他帮忙咧。你做行政副院长，我知啦。是，迄阵就是因为佛教这个文主公因要设病院的时，来拜托陈教授、陈荣基教授要去做院长。其实去拜托迄个戴东元院长啦。头啊，先拜托戴东元院长吼。戴东元就想到阮两个啦。OK。你去找因两个都。对啦，就对了啦。一个其中因两个来。对啦对啦。请一个等于两个。对啦对。你迄阵讲有一个条件是讲。我条件就是讲，你做全责护理。全责护理。我就甲董事长讲，董事长讲，这是啥物？我讲吼，这吼，你若推动吼，病人甲家属吼，会足欢喜，足欢喜。来，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全责护理？是啊，因为吼，一直以来啦吼，咱日本时代都起诚侪病院吼。当然。都病人若住院，都若住院，都叫家属。你来照顾。台湾的历史拢是安尼，拢是安尼啦。家属在照顾病人啊。日本就是安尼。对，日本就是日本是的吼。日本迄个韩国完了拢是安尼啦。对。这几百年的传统呢。是啊，但是欧美就不是。OK， 你去美国留学的。你感觉这个家属来顾病人，这无理想啦吼。无理想啦，因为吼也无训练过啦吼。对。唔知影迄落，我咧做主任都。迄阵做副主任哦，都捌拄着小可熟悉的朋友啦。阿婆安尼来找我吼，目眶红红，我讲，哎哟，啥物问题啊？伊讲吼，阮逐项都袂晓。护士讲叫我吼，迄讲吼做呼吸器。呼吸器对。呼吸器吼，叫我爱家己倒家己。那只天气要安怎？那只是讲电梯定去啊！我哪会记的啦？是啊是啊。电梯定去较简单啦。是。伊定去吼，伊嘛是都爱调，爱小调节啊，还是爱调节啦。咱即马家属有诶，就个啥物，到杀患者去翕 X 光，对啊。啥物要去抽血，要创啥？抽痰啦，抽痰啦，抽痰拢是家属哦。对啊，会使讲吼，咱进台湾外国人来吼，外国人来讲，恁抽痰哪会使交家属呢？对啊，迄有危险诶，都无骹手咧。对，咱进台湾的问题就是出伫讲，病院无请足够的护理人员，所以足侪代志爱叫家属到做就对啦。人力不够吼。毋是干那护理啦，应该吼
附着吼，对，会使训练附着，对，附着应该要比护士较侪啦。对。嘿，啊，这点外国吼，是安尼创的嘛，对不对？哈，外国外国是安尼啦，咱跟咱国，你外国不是今仔日靠护士，美国嘿一个嘿，病人去大院，是，无迄个家属伫病房伫陪患者伫遐咧过暝的啦，无即款的啦。无啊，嘿，所以你讲的所谓全责护理，就是讲，病人住院以后，所有照顾都是交由护理来负责的，对吧？医院要负全责啊，对，就是病甲你院照顾啊嘛，嘿，吼那有讲啊你叫家属咧斗顾的啦，吼，倒顾无，叫主要是主家属咧顾，对对对，所以咱台湾实在这部分抑个无进步啊，无进步，啊，无进步，咱伤俗了，修对啦，便宜了。对啦，这个也有关系啦。当然是收费哈，但是相对来讲，咱啊提供全责护理，嗯哼，我们收费要高一点嘛哈，对对因为我们都用专业的人来照顾啊，嘿，但是我可不可以跳一下来讲？目前我的推动哈，嗯哼，已经有90几家医院，嗯他愿意那个推动了哈。嗯但是我认为说收费，因为哦，你一下子要医院哦，全部全部付这个负担人事费用哈，医院医也是院有困难，就是有困难，也是咱比较困难啦。先等来讲，你第一间伫温主公病院吼，安怎做成功？是是是嘿，，你那时候怎么做？嘿，但是迄阵那是黄忠诚董事长哦，很支持，支持非常支持。伊讲啊，这新的病哦，你若会当哦，开始的时阵做甲真好，大家爱来，一个新的制度，嘿，是有新的制度嘛，我就减袂歹。轻家属负担嘛，对不是对？是是是。所以你迄阵甲要求讲，伫温主公病院要推动全责护理，全面全责护理，啊，伊甲你支持，支持，伊讲支持，你做你做，哦，嘿做落有成功无？成功哦，哦。啊，你一开始人力要对来，这招募的有啊嘛，有招募的主要是医院你自己要训练。 OK，啊，那个恩主公医院训练嘛，所以训练护士的时候，我可以派到台大医院训练。当然当然，嘿，那我也可以请台大的护理长哈督导，大家给咱训练，来恩主公医所以院帮忙。你训练一批新的护士以外，搁训练辅助，辅助，OK，是是，哦，安尼就有法度拢甲病人的照顾拢接起来了，对了。整个接下来，所以迄阵温主公病院的住院病人家属免来了哈。唔免名声吼，哦，我当然大家都学了好啦啊。吼，你讲。家属足甲你感谢咧。是啊，迄阵啊个，迄个就是三峡的电台吼，哦是，有来找你报道。伊讲吼，哦，听讲恁咧，迄个家属毋免去吼，啊，大家安尼做啊足欢喜嘿，安尼，你用诶来阮电台讲一个吼，啊，我这个叫做全责护理啦吼，好，我来甲你讲全责护理。OK，嘿，啊，我一个介绍吼，那个讲了，那个主持人就讲各位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打电话 call in 入来。嘿，call in 入来讲。我的反应绝对足热烈。阮是伫咧桃园的吼，会使去恁三甲大医院。当然嘛会使啊。我讲咱全台湾拢会使。迄阵有甲家属收费无？无嘛，就是病院负担嘛吼。对啊。这是加在恩主公病院迄阵足支持的。有的病院呐，院长也是当时会无爱，你就无法度实现这个理想啊咧。是啦，你后来温主公成功了，你拄则讲即摆继续咧推广对无？是。台湾已经有90间病院咧做啊。90间病院，伊是写配合照护师啦。讲他们已经开始了哈。是不是有100%？本来是4月要去评鉴啦。OK， 说你们开始，那到底做的怎么样哦？公立医院为什么不率先实施？公立医院是政府编预算呢，因应该就免烦恼这个代志，因都要做啊。哪里哦？钱不够。台大医院若要增加一个护士嘛，迄个会计师嘛，甲你甲你压啦。就讲预算不够了，对对啊对啊。你不能编那么高的预算呐。安尼是你这个理想要那个落实，你有想出什么解决的方法？都吼，拿走拿看吼，都有咧进行就不错了。有咧进行哦。因为这个
有人成功，就有人咧地啦。这个理想讲起来是听起来足好的啦，坦白讲啦，对家属绝对是一个福音啦。对，但是医院它就会考虑到会增加成本嘛，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问题。所以我在2年前，我跟赵护师就商量好说，收费嘛 ，OK， 收费各自决定各自解决了所以那个恩主公医院是第一个是我这个制度还没开始，还没有说收费，恩主公医院就先收费，经过我同意，OK， 家属也可以接受嘛，家属也可以接受，OK，1200 ，OK， 好，咱过来听一段音乐我确定继续请周主任把这部分小可来介绍一下哈，好 ，OK。我已经真惯心，暗藏我家己。是环境不得已，命运所定。我表面冷静倔强，面对创伤，装作无所谓。心内的滋味，惊人看见。伫当时无说你，袂记我家己。我不是条故意，不是麻痹。生活是个走走，身不由己，吞吞一口气。人生的意义是一个顺时。坚强的真女人，藏着女人味。温柔的真女人，望有人疼惜伊。纯情的真女人，有爱有伤悲。坚强的真女人，我嘛需要安慰。是无说你，袂记我家己。我不是条故意，不是麻痹。为生活是个走走，身不由己，吞吞一口气。人生的意义是一个顺时。坚强的真女人，藏着女人味。温柔的真女人，望有人疼惜伊。纯情的真女人，有爱有伤悲。坚强的真女人，我嘛需要安慰。
欢迎各倒转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英雄医师吼。空中的朋友吼，今日互咱采访的吼，周兆芳部长、主任、护理师，伊是咱护理界的大佬吼。已经80几岁啊吼。80几。过去伫台大服务，做真侪工课吼。嘛真照顾咱的护理人员啦吼，毋是干那照顾护理人员，其实伊佫较关心的是咱病人的即个照顾的品质啦吼，对，要安怎提高咱即个住院病人的即个护理的照顾品质，所以提出一个全责护理即款的观念。其实即个制度人外国都咧做啊嘛，对不对？这是欧美国家是。有医院就开始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人因无讲一开始，佮叫家属来咧顾，无啦吼。是咱东方较有啦，尤其日本啦吼。毋过日本即摆是啥物款？民国80年左右吼。1990年代。我交因有咧来往嘛吼。因在甲我讲，因开始咧推啦吼。因嘛改啊，就对啦。因才开始，迄阵民国80年左右。对。差不多20年前。20年前开始。改变啦吼！伊即马有拢改过啊无？但是我的朋友啦吼，日本人啦，伊甲我讲吼，全面开始吼，无遐简单啦。是。但是划落去做吼，大医院都开始了。大医院一定要率先。因为他们是学台湾做医院评鉴的呢。医院评鉴他们在我们后面。医院评鉴内底有这个全责护理的项目。对。你若无做，就扣分啊。你都不是高品质的病院啊，就那个分数不及格啊。对。对了，进台湾医院评鉴刚有加这条落。本来今年要加了。是4月，你头拄我讲要开始评鉴就对啊。去拄着疫情吼。安尼无要紧，安尼上济过2-3个月后，疫情啊缓和啊，恁就开始要评鉴啊。对啦，但是评鉴的第1年都算4评啦。4评，先互因大家有一点仔压力啊，心理准备，但是要去改善啦，哈。对，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趋势啦，对嘛。让世界进步到这来啊，咱袂使永远伫遐咧原地踏步啦，嘛是爱进步，对不？敢若非洲叫中国大陆，也无，村内拢有。咱就袂使啊非洲比啊！中国材料的医疗水准差咱侪咧啊，对不对？对啊，咱是爱和欧美去比啊，对不？但是伊较好的医院嘛是咧做啊，嘛是咧做。那欧洲、美国迄时人拢早就做过了10年啊啦，因有医院就开始了嘛。因是刚刚讲南丁格尔，南丁格尔对，是他们的老师，是，他就教医生护士一起，就是说只要是病人，照顾的人，看他的病的人，一定是要高水准的训练专业人员，才可以，他的品质才能够维持。所以你对恩主公医院推动了，你一直宣传这个全责护理，即摆。你讲台湾已经有80-90间病院试着在做了哈，对，所以恁即马佫准备导入医院评鉴，对，来鼓励大家，希望佫愈侪病院来落实之类的哈。对，但是有给他们好一点的条件，就是说可以收费啦。对了，这诱因啦，对，要给他有一个动机嘛哈。对，基本上收费差不多是什么情况？像你拄则讲恩主公医院差不多收12块。不过迄20年前开始的。那进超收偌济？即马8到10间吼，大部分可能80间以上吼，拢是收800。800是意思是偌久的时间？一天。一日800块。对，无你比你请看护加足俗的啊。对啊，你请看护是2400。对啊，咱今若请一个特别看护，像讲咱有的家属家己无材料通来顾对无？伊会请特别看护，一日2-3千嘛。阮家己住院嘛是，就是啊。看护2400、2500。对啊，你若病院来做，收你800，安尼是合理啦。是病做吼，毋免讲1对1啦。对，会当本来就会当较俗啦。看伊的，你迄个看护的制度吼，你很难啊。有一人讲我要请一个你
对啦，你袂甲我讲会使啊嘿，但是若互病院来做伙照顾嘿， ，maybe 两个人 share 一个吼，安尼不，阮的派班制度，有派班吼，三班吼，对啦，我知啊，我意思是讲，迄个看护，差不多是，我的当时哈，我是建议，因为有很多医院在试办当中哈，他们告诉我大概的那个状况嘛，那我一开始就跟他们建议说，白天可以4个，晚上8个，我们恩主公医院呐，恩主公医院哈，用这个方法先试，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他们觉得看护觉得不，我们就叫副佐了啦，副佐，医院自己请的人就叫副佐了，训练的啦，在护士的带领下，对，来帮忙照顾病人嘛，对，那这个副佐，你老公，因讲是那安尼吼，我是认为收800块吼，家属是愿意的，是啊，哦，比他自己请一个看护便宜很多嘛，很多，医院给你照顾个好势，所以现在那个我们是说。还是尊重家属啦，他们自己愿意交800就给你过啊，对啊，安尼是足好的。但是目前的状况就是讲吼，真侪病已经吼开始收费，但是看护就是副佐吼，白班1对4，晚上1对8。OK， 所以哦，我是感觉急救哈，教学。中心哈，医学中心呐，或者区域级的医院，区域级医院通常拢5-8层、4-5层的病院嘛，这爱做啊啦，应该爱做啊啦，哦，那地区医院是较细间吼，说不定要困。我有一点不太了解，而且哈不太开心，就是哈，我也是希望说医学中心应该要率先先带头啊，嘿呀。大家都观望哦，没有一家开始。真的哦，开始的是就像那个恩主公医院啊，一个医院最早开始，当时为机器，那很多医院就会去参观嘛。对。结果呢，开始办的都是区域级的医院呐，区域医院呐，这教会医院应该就爱做。是啊，教会医院也差不多都有，教会病院拢会做，但是都是区域医院。对，区域医院，就是300床到500床，300层至600层中啦。对，因为服务想要做较好咧。对。医学中心可能想讲哦，我患者较济啊啦，要来你来，唔来我也无咧烦恼无患者。是啊。但这都要用政府的力量要求，就跟你讲的评鉴。对，你不做这个，你就没有资格做医学中心。对，你大概都做啊嘛，对不？对。因为坦白讲，这增加的成本也不是那么多啦。何况你现在如果家属可以出一点钱哈，你都一旦 cover 嘛，对不对？对啊。现在就是800啦。对啊，把这个服务的品质提升足高呢。对。家属感谢到要死的啊，这代不会从，这应该是好代志。每天都增加。要那个要求要求这个服务的越来越多，愿意交800块，对，越来越多了啦。是啦，所以这嘛是我想你安尼在推动啊，这个理念慢慢的传播开来哈，愈来愈多人会行这条路啊。我想这对台湾的护理的品质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啦。对医疗也是帮忙。当然咯。是啊，你看家属咧重复失出代志吼，咱也袂当要求伊负什么责啦，对不对？是啊，法律上他也不能给你负责任，对不对？对，我不是专业人员啊，我怎么知道怎么弄？对呀，对不？好，所以我想安尼这是一个真好一个理念的宣传吼。你若个透过评鉴安尼来个落实吼。希望这个制度能够慢慢建立起来了。对。你为了推动这个面啊，你刚才得到一个什么周大官的什么生命什么奖章呢？全球热爱生命奖，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啊，这真恭喜啦！那属实嘛是真正有贡献，我感觉安尼。谢谢。你好像也得过什么护理人员的奉献奖，还是第一届嘛？也就是第一个。那是卫福部，我
我们自己以前卫生署嘛学会哈，护理学会选出来，学会工会哈，全国的那个然后卫福部颁奖啊呢哈，卫福部跟我们一起颁奖。对了，我都卫生署，以前是卫生署，我有看到那个照片的，照片是那个张博雅，对，当署长的时候，你这样，从读护理系到现在这样，在这个护理已经几年了？40-50年，53年到现在。民国53年，民国53年到今嘛，超过50单啊啦。对啦，今嘛109啊嘛吼。60年了。对啊，超60单啊！你19岁读大学的啊，对不对？是。啊，你即马81-2岁啊。对。所以60年护理生涯60年。对。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想？会不会让你重新选择？你还要不要走护理这条路啊？我觉得，值得再选择，再选，再做。真的哦，我还记得你本来有考到数学系呢。对，是吧？对。师大数学系是，上了1年哈，感觉讲，以后就是跟你教这个尔，每天在数字上玩游戏的啊。在数字上面玩游戏，对，只有这样子感觉真单调，是吧？真单调。这读数学的头壳拢足好的咧，结果你搁无读，你走来做护理。护理是要服务人家照顾人家的这个是比较需要耐心的对了，他需要爱心的。那数学是好，规工拢咧想数字。我会记得我那阵台南一中我有一个学长足好读册啦，做过3遍状元啦。那个小学考初中台南市的状元，初中考高中联考又是全台南的状元。台南一中毕业，迄阵本来就是会使保送嘛。陈教授，你迄阵都有保送制度对不？有保送。系啊，所以台南一中嘛是有会当补上去台大医科嘛伊是阮台南一中第1名毕业的嘛，当然是要保送台大医科啦。结果你怎样好我好笑，甲讲你不要保送啊，太可惜，你再去考，可能还会考状元的。你都一世人已经考过2遍状元啊啦，总互别人补上，你知无？叫伊去考呢，结果那一年他是状元。真的又是大专联考状元啦，考上台大医科啦。结果我趣味的呢，医科读1年了，伊讲无趣味啊，转去台大数学系啦。所以我就讲你这是数学系敢转来护理系啊？阮迄个学长医科读1档啦，总转去数学系。我都我真无彩，你这个状元都搁无做医生，真心惜啦。杨伟哲，不是杨伟哲，但是杨伟哲嘛是，杨伟哲嘛是转的啦。我的同学。对，我咧讲这个叫康明昌，伊管阮1届尔，较少年。后来嘛是数学系，和杨伟哲同事啦。就是说你有几个兄弟姐妹？阮6个啦。恁6个内底有人做医生无？有2个弟弟啦。2个弟弟嘛，拢北医啦。所以恁爸爸的诊所啥物人去食？无啊。无。因2个拢伫美国啊。2个拢走去美国。阮爸爸讲，拢要去照顾迄个美国人。对，台湾人无留咧台湾做医生就对啊。迄阵也无甲陈荣基教授掠去新竹接伊的诊所。无啦，伊就伫台大做学者，所以总留伫台大医院啦。对啦。今日真欢喜，就是讲咱这周兆芳老师来跟咱讲一寡伊60年的护理生涯有很多值得纪念，也是讲值得怀念的回忆啦但是他最关怀的还是全责护理这个工作伊足希望讲全台湾的病院会当对人进步的国家对会到，就是讲患者若住院，交互病院来完全的照顾互咱受过训练的这个护理人员，也是受过护理的护佐来负起这个照顾病人的责任。安尼会当提升咱的医疗品质。希望你的理想早一天伫台湾来实现。
谢谢，今日多谢你来，谢谢。谢谢，谢谢，多谢，多谢。